大家平安欢迎来参加第234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咱的节目有较特别啦，咱有邀请到这个前台湾全美同乡会的会长，第9届啦，这个会长洪慕德会长来做咱的主讲人。咱嘛有共同主办单位嘛是全美台湾同乡会较顶这个宋会长伊会来宋明理会长来甲恁介绍讲即马全美台湾同乡会的情形未开始进行检采过去，有一寡朋友毋捌参加过咱这个论坛我而且来介绍一个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宗旨其实世界台湾文化宗旨真简单啦就是讲咱用台语来讲台湾的文化，就是这个简单的要求安尼尔啦所以咱过去咱这个已经4档外咱什么款的主题拢有啦看是要讲语言的问题、文学的问题、艺术甚至有科技AI 拢讲几场过嘛有财务的规划嘛有政治较少啦这个柯世凯主席较早嘛捌来咱遮讲过啦所以今仔日是我感觉真特别的一个机缘啦希望讲咱若看了参加这个论坛感觉袂歹若你有啥物物件要咱分享的，欢迎你和我联络若要参加咱就是拢固定这个时间，同款这个时间，同款这个网链咱做伙来为台湾的文化拍拼安尼咱是毋是再来请宋明理会长来甲咱讲几句话请你莫爱拍开嗨势，各位线顶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即马全美同乡会会长总会长，我叫宋明理我足少用我的名讲台语啦，应该是宋明理安尼嘿。我是高雄县的高雄的人即马全美同乡会有差不多71个分会，将近差不多1万个会员阮有分做5大区。大区是美东、搁美东南、中西部、美南、搁美西，但是美西就足大啦Rocky Mountain 以西到夏威夷所以全美同乡会这个组织是理事，阮有这5区的区理事长和总会会长、秘书长做伙组一个搁副会长组一个理事会安尼咧运作平常时的代志。全美同乡会正式成立是1970年，因为大家拢知影，在1960年，台湾的留学生渐渐就伫美国就愈来愈多大概1965年就开始有咧大小的聚会大家组织小的聚会，但是正式成立台湾同乡会是1970阮第一届会长迄阵是纽约选出来第2号前辈。1971到1972安尼今仔要演讲的主讲者洪慕德的前辈是按第12届1993、1994我即马是28届2025到2026安尼真感谢你这真侪总会长的努力和团队，所以全美同乡会就是讲就是一个正港的招牌就是台湾人伫美国一个足上真重要的一个团体。全美同乡会主要就是联络乡亲的感情搁关心故乡台湾的代志宣传台湾的文化我简单介绍安尼我真希望乡亲若未参加台湾同乡会，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参加阮每当上重要的活动就是伫7月迄阵3个所在的夏令会美东今年的召集人就是Vincent 了伊即马有来伫线顶，伊是代表纽约同乡会美西
召集人是云清温妮哈，伊是代表圣地亚哥。啊，即马阮美3区就是美南、美东南、东西部合开，今年是为芝加哥主办。我看着安尼总会，芝加哥会长秀玲嘛是伫，伊是总召，伊嘛是伫线顶。台湾同乡会总会办夏令会，这是阮上重要一个使命。个另外一个就是讲，每当拢真侪台湾的棒球队来代表，阮来当召集真侪各地的分会，大家去甲因加油。个平常时阮就办真侪活动，包括台湾节。以上报告，多谢。多谢宋会长哈。咱先来请咱个武斌哈来甲咱做一个引言啦哈。确定咱咧讨论的时阵，我嘛邀请伊来做共同的主持人。所以咧要发言的先确定咧讨论的时阵哈，咱就先安尼甲举一个手的哈。阮若看到举手，阮就请你来发言啦哈。若拢无人，咱足冷场的时阵吼，我和武斌吼会想一寡问题来问恁安尼啦，安尼好无？好，无武斌请。好，多谢梁光兄吼，大家平安。我是新武斌，我有写稿，所以我读稿吼。Podcast 你讲过我来听的制作人，你讲过我来听是一个全台语讲100个咱毋知影的台湾人的故事的一个 Podcast 频道。我住伫美国 Atlanta， 10年来做过4摆 Atlanta 台湾同乡会的会长，甲全美台湾同乡会的副会长。各位朋友。刷落来，咱真荣幸邀请到今仔日的主讲人洪慕德先生。既然今仔日的题目叫做“为海外看台湾的政局”，咱就需要好好来了解主讲人伫海外为台湾民主发展的贡献。洪慕德先生是1969年伫高雄医学院医科毕业，是伊的家族第4代的基督徒，美国南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长老。伊一世人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带着伊的牵手，带属你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多谢多谢。生一个 heart。洪会长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少年的时，伊就放弃做医生的梦，甲伊的家族做鱼具的生意接起来。就是鱼具，大家可能听无吼，就是掠鱼啊啦，钓鱼啊，毋是钓鱼啊，是迄个器具吼，毋是伊去钓鱼啊。伫80年代以前就来到。伫80年代的初期，就来到美国来拍拼。伊就是实现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上好的模范。因为伊关心台湾的前途，爱故乡的缘故，伊嘛互国民党政府列入去黑名单内底。我2年前对全美台湾同乡会转去参访台湾的时，有去参观28国家。纪念馆拄好拄着因28纪念馆在做海外民主运动的特别展览，有看到一道壁写甲目睭睭，顶悬拢是人的名，迄就是海外黑名单的人名。洪会长伫遐吹到哦，来，伊只名我甲伊翕起来。对因。迄当阵对伫后壁看展览，我心内是足侪感想的。迄个相片，请大家去全美台湾同乡会的面册，你有兴趣就会当找来看吼。过来，洪先生当年关心台湾民主的发展，台湾的国际处境，以及个海外台湾人的公共参与，伊拍拼30-40年，就是拢。在投入台美之间的民间交流，甲台湾人社群的事务，伊会当算作是第一位
全美台湾同乡会甲国民党政府接触的全美会会长。毋过，迄当阵其实伊有经历一场罢免的风波吼。伊是拄则有讲到，是1993年到94年担任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伊为着台湾的前途做过足侪工课，譬如讲推动台湾，以台湾为名加入联合国，伊嘛有响应调查陈文成的命案，伊嘛有推动撤销侨务委员会，伊嘛有有讲咱无爱向中华民国驻外机构申请经费的补助。过来是伊伫93年年底，伊有组织一个助选团，登去台湾，伊是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制定新宪法，以台湾为名加入联合国，用遮的主张向台湾人民宣传，全台湾行透透，为啥？为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助选。即马海外台湾人的角色实在愈来愈重要，尤其拄结束的Trump 吼传习会结束了后，有足侪新的发展。台湾应该爱如何维持民主自由，强化咱甲国际的连结。面对即马台湾内外的挑战，我想这拢是大家今仔日真关心的课题。所以即马咱就把时间交互洪慕德先生，请大家用热烈的普话声来欢迎洪先生。多谢，多谢武平安尼介绍较真详细吼。较等佫无够，我会佫补充淡薄仔啦真欢喜今日会当甲咱所有咱台湾祖国，才会疼惜台湾，疼惜咱的乡土的乡亲，三甲见面。我相信这个时阵有来自真侪所在的乡亲，大家拢伫线顶吼。应该是有美国，东西岸、美国全国有足侪位，甲加拿大，甚至拄则我有接到一位。讲是对关岛关岛来迄个中央，我嘛真欢喜会当讲伫遮，甲咱大家三个来分享，搁咱故乡咱的祖国台湾，遐嘛有真济咱的乡亲三甲伫线顶。我想这个就是表示咱全世界关心台湾的台湾人，拢是一致同心，为着咱这个土地。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文化，三甲来咧努力，这是真欢喜的代志吼。拄则这个伊平武平有咧介绍我的过程啦吼，我佫甲大家介绍一下吼。我是出世伫彰化彰化的溪湖所以伫溪湖一直到。国民校我拢伫溪湖，到初中才去台北，到台北一直读到高中了，才去高雄读医学院。高雄毕业了，才过转来台北。伫遐虽然我是医生，总是我无去就医，因为家庭的代志的需要，所以我去做生理，一直到伫82年来到美国。伫美国这段时间。当然，用家己的努力，用环境的这个帮赞，上帝恩典，互我每一项经过拢会当用真感恩的心，来完成这个初次来到美国的生活。所以到93、94迄当时，我来担任全美同乡会的会长。当我94离开了后，全美会了后。我决定讲要转去台湾，所以迄个时我就是转去台湾参选国台代表。1996年，咱台湾
第一届民选总统的时阵，就是咱台湾要进入民主社会时刻，我有迄个福分，勇敢离开美国，从家庭放咧、事业放咧，等于台湾参选国大代表。就是我要转去的时阵，就是讲要转去的即个政见，就是选国大、会国大。因为咱知影讲，即个国大代表是对中国1949年迄当时伫遐大过来，已经老甲袂步头头啊吼。所以即个毋是咱的民意，所以有即款的心意，所以转去。迄当时甲咱现在的总统赖清德总统拢共期的啦吼，清德总统嘛是迄期，所以事后了，甲清德总统有真侪摆见面，常常都会当三甲来谈论台湾的侪事工，侪将来的代志，侪咱所拄着的困难的哦。所以这代志大概是我经历吼。当然，迄当也未转去选举以前，常常每一年拢有转伫台湾，为着拍拼黑名单，为着争取咱正名的运动，为着咱美国台湾人伫美国规划了后，咱的护照对本来是中国，后来咱争取正做台湾，我发即个过程，咱全美会拢有参与着。我嘛有真有迄个福分，伫1994年8月初2，到北京受到肯定总统的安排，到北京来表达着咱台湾人无爱搁做中国人的即个身份，所以伫遐希望美国政府会当将咱台湾人的护照出生地将。本来在中国的，甲咱改做台湾，所以这个过程，我相信是咱海外侪这同乡，包括联名的兄弟，包括花拍的侪的朋友，包括妇女会，包括侪人共同的努力，大家出一部分的力量，共同杀出来。我想这个是展现着讲，咱台湾人爱团结。台湾人爱一致，台湾人为着台湾的事务，大家爱和谐出来。我想这个是诚做咱台湾人，无论过去，无论将来，无论过来拄着更较大的挑战，咱嘛就爱安尼行吼。这是我的一个心态。但今仔日会当伫这个所在，甲咱真侪乡亲三甲要来分享的，我想我有。简单几项一个题目吼，大概要甲大家三甲讨论的，也是讲三甲分享的，就是第一项，我想要对这个最近李政秀事件的延伸，来影响到台湾人口结构的这项代志，三甲来首先咱来三甲来想。咱知影讲，咱台湾人伫台湾，咱的历史讲，咱台湾有400年啊！吼，当然，咱的祖先是对登山过来是无毋对，亲像美国250年前，因的祖先是对欧洲、对荷兰、意大利、对英国、对侪所在来到伫美国这个土地。迄当时，咱台湾嘛是共款。为着要求较好的生活，为着要离开迄个毋是咱会当伫遐讨趁的所在，咱冒着即个乌水沟的危险来到伫台湾。各位，咱迄阵过来时阵，咱只有是当做长山公，无长山马来呢。后来，咱台湾人会当生团建做，即中间当然。咱拢有甲在地的人民、在地的原住民，也是北部族，咱有伫遐有建立家庭，伫遐有生团出来，才有到伫今仔日。所以咱通讲，咱台湾人甲中国人
咱进前最近有一个医生，咁啊伫马街病院一个女的医生，伊对中国人甲台湾人的 DNA 去伫遐分析了后，伊发现着讲，咱台湾人甲中国人的 DNA totally 是无共款，所以咱袂当讲，咱对遐过来永远就是像这遐啦，这是无应该的吼。亲像美国人因离开欧洲了，因来到美国，因嘛是认同因就是美国人。咱台湾上界可惜的，就是讲来到台湾了后，当然咱这台湾人，咱是认同这个土地，因为这个土地生咱、养咱、饲咱，互咱生存，互咱伫遮发展、伫遮生活，咱一定认同伊、听伊。总真可惜，现在台湾有一寡人来到遮很侪10年啊，甚至嘛有人伫遐出世的，嘛是无法度认同，也个是对这个土地有怨言，对这个土地有侪的批判，互我感觉讲这实在是非常可惜，非常互咱真无法度理解的所在吼。伫即几十年来，咱看咱台湾人有本来的人口，咱当然是讲，咱有原住民，有客家，有福建人，河洛人，有外省人，大概是这4种吼。后来这几年来，咱还佫加一个叫做新住民，这个新住民就是叫做外配啊，外配就是这个对海外来的配偶的新娘，咱咧讲越南新娘啦，泰国新娘啦，菲律宾的新娘啦，印尼的新娘，嫁来互咱台湾做新妇的，咱人甲称呼做外配。伫即10几年、20年前，迄当时中国的外配非常多嫁来台湾。伫即个所在，我一直咧想讲，因跩人真正是要来台湾建立因美满的家庭吗？当然有啦，当然足多是有啦，但是嘛有无的所在。咱对即摆看到李正秀即个事件，咱会感觉讲，实在是有淡薄仔可惜吼，有淡薄仔可惜。是安怎？即个人，伊今仔日伊所要扮演的角色，是违背台湾的利益，是违背台湾的民心，是违背台湾这块土地。即个人，敢真正是疼台湾？我想是无。当然，过来想到讲，现在照我所收集到、所了解到，咱台湾现在外配吼，咱有60万人，60外侪人是外配。即外配中间中配，就是中国人的配偶有38万6千几个人其他的将近差不多10几万、20万人，就是越南的、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有遮的等等遮的人所以你甲想讲，这个中配中国人这30几万人是将近40万人，伊若是这40万人一年来甲咱生30万人出来，咱10年后变做安怎？咱过来台湾的人口的结构会变做安怎？当因到20岁的时阵，因会投票呢，因会当去投票呢。迄当时，因这关键的少数会左右着台湾选举的大局。各位乡亲，毋知咱捌去想着这代志无？这个是我用暗要甲咱各位三甲来探讨的一个第一项的一个事件。希望讲咱
小等下当三块来分享，啊，大家三甲提供咱的看法，甲咱的意见，啊，通过大家的这个思考，啊，来想讲，这个是毋是真在咱现在的问题哈？过来第二项，咱知影讲，咱的总统、老总统最近为着咱国家的外交，为着邦交的国家的庆典，要出国，伊就是计划去非洲的斯瓦蒂尼，要去遐访问，咱知影，伊本来是有定伫4月22到27要到伫迄个所在，总是逐项拢准备好势啊。到伫26的时阵，竟然有3个国家伫非洲沿海的3个国家，一个是塞西尔，塞西尔这个国家，一个是摩里西斯，一个马达加斯加。迄个时，伊甲咱讲，歹势哦，你明仔载飞机要对遮过吼，阮无法度稳准安尼吼，阮要甲你取消掉。我想，当接到这个信息的时，罗清德总统因的团队会做什么款的想法？台湾人民，咱会做什么款的想法？若毋是中国迄支乌手伫遐咧操纵，这3个小国的国家为何会做这个代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真互咱真恐慌、真惊吓，嘛互咱真不便的所在。各位，咱台湾人甘着爱受到这款的侮辱，受到这款的限制，受到这款无理的压制嘛？咱是堂堂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伫迄个时阵，我看见咱的总统的团队真有勇气、真镇静。伊讲，无要紧，阮的计划，阮一定要达成阮的目标。我伫即摆总统团队要到非洲受主动了后来，经过计划，经过大家的协调，最后有法度能够达到伫咱的友邦的国家斯瓦蒂尼。我想这个来做肯定咱的总统，清德总统，伊有这款的坚持，伊有这款的智慧，这款的勇敢。我想这是咱台湾人上界珍惜的所在。这个事当然得到咱的友好的国家因的副总理家己坐着一架伊的专机来到台湾，嘛无人知影讲，当伊要倒去的时阵，咱的总统搭伊飞机过去。这个是互咱感觉讲实在是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的安排的一个事件。当然到伫斯瓦蒂尼，因整个国家的欢迎，整个国家对咱的肯定，咱嘛得到真大的安慰。同时嘛，通过安尼两个国家的交易，两个国家的这个感情甲关系建立更较深、更较稳固，而且关系，这嘛是咱伫即摆中间所得到的经验，甲所得到的这的成果，所以当总统转来时阵，伊有对咱的国民、对世界，伊安尼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世界的台湾。咱2300万台湾人有权行向世界任何的国家，任何国家拢无权利，也无可能甲咱阻挡咱甲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结合，以及咱要奉献伫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努力。
所以咱台湾一定会当有一定有够野的气力，甲够野意志，会当强化咱的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我想，这个就是咱的总统，咱看见咱的总统，伊的坚持，伊的勇气，伊的抗拒的力量，是值得咱来肯定，嘛值得咱来信赖。所以对这样书，我是感觉我做一个台湾人，嘛非常光荣，嘛非常的骄傲。唔知大家恁的看法怎样？啊，咱的国家通讲是一个真通互咱真甘心的一个国家。咱的团队，这个团队，因所付出的，因所计划的，因所努力的，实在是咱绝对爱甲伊 support， 爱甲伊支持。尤其即摆，咱看见讲，咱台湾的这个2026年到今仔日，咱5月啊。咱2026年的国家预算也未通过，这是世界奇迹，嘛无人安尼啦啊！特别当咱国家拄着渐大困难，中原伫厝边，每一日用飞机、用船只来咧威胁咱的安全、威胁咱的生存、威胁咱的一切的时阵，咱真悲哀，台湾竟然有一群人配合着中国，配合着这个好歹厝边来咧糟蹋咱。国民党、民众党，各位是安怎咱会拄着这款的错误？这是值得咱爱来探讨的所在。这就是咱国家来源的本源伫什么所在？小等下，咱这个三甲来想，咱的来源在哪里？伫倒位？啊！当然看见讲，即摆为着中国迄个强硬、迄个压制，要来甲咱吞打，要来占有咱所有一切，要来并吞咱的时阵，加在咱有好朋友美国，所以。大总统甲美国美国的国家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互台湾会当得到安全的保障，得到台湾人民会当伫遐生活安定的生活，所以才推动一个国防特别的预算1.25条，要来。装备咱台湾的国防，装备咱国军的武器，互咱伫战争的时阵，咱有上优秀、上界精良的武器来对抗着中国。所以1.25条这个数字是非常大，无毋对，但是咱爱知影，这1.25条。大总统的计划是8年要来完成，不是100要来完成，是8年要来完成啊！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咱台湾有法度通接受。美国嘛相信讲咱台湾会当配合来运作这个国防的预算，装备咱国家的这个安全，都是。经过161天，拢无得到回应。到底162天，国民党甲民众党才来通过。各位，伫这个要通过以前，咱知影161天的当中，咱台湾人拄着偌济的侮辱。拄着偌济的阻挡，
国民党、民众党怎样配合中国？尤其这段时间，郑丽文到伫北京，伊北京是要创啥？我相信伊去北京是要领旨习近平对伊怎样的交代。我相信，当去到北京的时阵，一定中国交代伊讲，你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主动配合不分歧，共同来互台湾的国防无法度通进展，来互这最新的科技的武器无法度进入台湾。我想，这个是中国最大的目的。中国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互台湾你的国防减少，你家己的这个安全无法度通家己自保。那安尼，中国要并吞咱，是非常容易。我想，这个是中国的计谋，嘛是中国要求内文啊做伙来做。各位真可惜的所在，当时我1996年伫台湾担任国台代表时，咱的总统大清德、郑丽文，阮三个拢共期的国台代表啦。怎样今仔日本来民进党的国台代表郑丽文，今日变做完全听到中国习近平的吩咐、习近平的交代、习近平的指示来做这个，无怪李登辉总统常常讲悲哀台湾人。有时当我若想到这个时，甲阮太太小丽常常咧讲。哎呀，咱台湾人实在是唔知怎样，阮想袂晓诶。当时，刚才咱美国建立撒波咱，尤其咱看见这两天，川普到伫北京所表现出来、所做出来，有时感觉嘛是有安慰诶所在啦。咱无去互人放杀，咱无去互人甲咱当作是孤儿。世界还佫有真侪人徛伫咱这边，世界还佫有真侪人甲咱共款，为着正义来咧征战，为着正义来咧奋斗。咱看日本高市早苗。这个女首相，咱真该肯定。当然，安倍晋三所留来精神，安倍晋三所关心台湾的这款的意志、这款的传统，有延续日本最的这政治人。我每一摆若转去台湾。我拢会到伫高雄一个庙，这个庙咱遐有奉太着安倍晋三的铜像，全世界唯一庙是有供奉供奉安倍晋三铜像的，只有咱凤山迄个庙。那么咱台湾人，大家乡亲若转去，会当去遐看。会当去遐孝念，会当去遐对安倍晋三的感谢，甲伊的感恩，因为这个真正是咱台湾的朋友，真正是咱关心咱台湾，甲咱台湾徛做伙的一个美国、一个日本的政治的伟人。每年伊的太太拢有来到伫遐，甲咱台湾的中央。三甲来孝念台湾，孝念日本，共同为着太平洋安全，三甲来努力。
广告这时我也是感觉讲，最后美国，咱看美国为着咱台湾这个国防特别预算所付出的、所争取的，所帮助咱的偌大。因咱看这个 AIT 台湾 AIT， 因的负责人真少过去真少伫媒体中间替台湾出声，尤其从这个国防预算出声。但即摆因毋是干那一摆尔，侪摆伫国会开会当中，伫见面的当中，伫足侪传达的当中，拢咧关心遮个。各位，较早咱有美国咧甲咱斗相共，美国压力诚侪，民众党诚侪，国民党的一个因考虑的所在。所以，咱知影讲，到伫最后，立法院今年这个会期最后一天，有来通过1.25条的特别国防预算7800亿，7800亿的通过。我想这个虽然咱袂当真满意，总是咱袂当接受，因这个7200亿就是美国要帮咱82套海马式这个飞机系统的一个数字，以及侪这重要的武器，要来支援台湾、供应台湾的这的武器，应该是拢有够。总是真可惜，有真侪三国的、甚至伪制的就是讲委托台湾要来制造的一个国防的这武器，这个拢叫伊删掉。特别是伫无人机发展无人机的这个战术的顶面，咱伫即摆删掉的内面，通讲完全拢是摕掉伊。所以这是诚做咱台湾未来，如果若是中国真正来对咱台湾侵犯的时阵，咱欠缺无人机的应付，对咱是一个真不利。我相信咱的执政团队，尤其咱行政院长左荣泰，伫这几日已经有出来讲，伊要想办法来弥补这个缺陷。希望咱的执政团队伫无久的时阵，会当用其他的方式来补足即摆无够的这金额，互咱台湾真正伫国防顶面，咱有真侪充足的无人机，以及国内侪国防的预算、国防的投资，拢会当伫这个所在弥补。互咱台湾的安全会当得到保障，我想这个是咱最近所拄到的一个代志，嘛一个事实。过落去，咱可能要来谈论讲是安怎，咱台湾这个政局会真会乱，是安怎国民党、民众党。因家伫这个时阵，伫咱台湾人的面前，一再会互咱的社会、互咱政治造成混乱的原因甲理由伫倒落？咱想看讲，咱一个国家，伊要治理这个国家的最大的一个宪法。咱台湾的宪法是伫1949年伫南京的时阵所写的、所成立的一个或者南京宪法。这个宪法，甲咱现在完全的脱节去啊！最后，咱的1994年的6月初10，
迄当时咱的宪法有搁做一摆的增修条文吼，增修的条文。这条文内面安尼讲，咱讲伊若当去宪咱的增修条文吼，宪法的增修条文的内面前言呢，伊是安尼讲哦，为着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依照宪法27条第1项第3款以及174条第1款的规定，增修本宪法的条文如下：第一就是讲，将全国分做自由地区甲大陆地区。各位，这就是咱万恶之源的开始，这就是一中宪法。咱的宪法内面，也阁是统一前，也阁是要统一啦。其实毋是要统一啦，是要互并吞啦，毋是要共统一啦。你哪有惊？你哪有在条要互统一啦？这无可能的代志嘛。是要去互并吞，要去做人查某囝、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啊！所以伫统一前，这是咱的宪法呢。无怪你看咱这个翁小林呐，立法委员国民党翁小林、罗志强，声声句句，伊就是讲，咱的什么区，咱两区，咱是什么区，爱的是什么区，人伊讲嘛就有根据呢，是宪法呢。所以各位，咱伫这个时阵，咱有可能来改咱的宪法无？我相信是无可能。国民党要来改宪法嘛无可能，民进党也是民众党单独一党要来改宪法嘛无可能，甚至即摆讲两党夹起来要来改宪法嘛无可能，因为宪法的修改内面规定讲，要有国会议员1/4提案联署，联署了要有3/4的出席。才有成案，还阁有若假使阁有3/4的出席，还阁伫投票时，还阁有3/4的同意，了后还阁经过全国的公民投票，安照过，这哪有可能？一定这就是互你无可能的一个制度嘛。所以，我相信咱台湾人，以及咱海外的台湾人，咱伫真早以前，咱就是感觉讲，咱这宪法是袂统一的，嘛毋对的啦，嘛无应该的啦。所以咱就是爱用界限。我相信咱在座朋友、人民朋友也好，花牌朋友也好。咱所有徛去伫美国，咱遮的台湾人有关心伫台湾的遮的台湾人，咱过去一直咧讲，咱就爱有一套界限，咱爱制定一套适应台湾的宪法，咱才有法度用这套宪法来经营台湾这个国家。就咱嘛当伫这个方面，大家共同来探讨，共同来想，要怎样，互咱的乱源来稳住掉。过来，咱若讲到讲，即摆例文去到中国。这代志是毋是诚侪咱原来爱来思考的所在？当然，这个人
对民进党离开了，到伫国民党，咱知影当时是马英九甲伊叫入去伫国民党内底，伊是安怎会离开民进党？咱知影咱民进党迄当时有一个事件叫做田儿案啊，田儿案，迄是涂显泽，迄当时涂显泽的事件啊，这个田儿案，当时民进党是讲都无这个代志啊，哪有这个代志？但是毋知影那郑丽文，伊就讲有啦，绝对有，还有证据，有啥哩哩确确的，足多拢讲有安尼。啊了后，才互民进党甲伊开除出去。啊，迄个是破坏民进党的一个形象，所以民进党甲伊开除出去。后来国民党再甲伊收留起来。哦，伊过程大概是安尼哦。啊，咱知影讲，伊即个人，伊的老爸，伊是伫芬兰，中国芬兰迄个所在。照伊记载是讲，因是毋是汉人啦？哦，是迄个什么族的小族啊，迄款的人哈。啊，伊甲因先生或者骆武昌嘛。哦，伊先生叫做骆武昌哈，这嘛但是应该是伫武昌出世的时阵啦，伫武昌迄个所在哈出世的一个中国人，所以咱对因的背景，啊，甲对因老爸当时嘛是军人，迄当时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人哈，啊，对伊到伫台大啊，甲即个骆武结婚了后，伊的背景，我相信伊后来成做国民党的一支祷告，嘛是会当安尼甲伊相信啦吼，啊甲伊想讲，原来伊背景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伊即摆伊会当成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伫咧选举当中是无人看伊会当选，但是咱知影中国的厉害，中国伊用各种方式，用金钱，用人，啊用各媒体，用多方式，啊来互即个查人来当选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中国用心，咱知影。伊实在是真用心伫即个方面，伊要栽培一个人，伊要利用一个人，伊要互即个人成做伊以后伊的棋的时阵，伊不得手段。所以咱知影讲，伊伫当选了后，伊就讲，伊是要甲习近平见面，或者郑习会。当选的几日，无几日，大概一礼拜。中间的时阵，伊有讲一句话，伊讲我要伫第一期的中间，要互台湾人勇敢有骄傲，勇敢讲出我是中国人。各位，这是外毒的一句话。今仔日伫即几日的中间，还佫有一个人，原来是查某人。伊姓屈啦，或者屈桂枝哦，啊，佫是为人师表的为人师表的一个老师。伊安怎讲？伊讲，咱若拢逐个拢讲，咱台湾人拢是中国人哦，安尼世界就和平，咱毋免国防，啊，咱毋免战争。啊，咱逐项就和平，就无代志啊！各位，真正你是中国人就无代志吗？真正安尼吗？国量话，伫立法院内面，汪小玲，这个嘛是女的，这个女的，伊嘛是安主张。
咱拢是中国人。还过一个，或者洪秀柱、洪秀条，嘛是女的。国民党在女性，我袂了解，是安怎先来做中国人？恁来做中国人，恁就去嘛。郑丽文，你在用伊北京，你转留落嘛？恁若要搁转来，是毋是？郑丽文要去中国的时阵，甲伊副主席一帮人去到中国，伊所讲的是讲，伊今日举一句口号叫做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用这个旗压到中国习近平的面前，正这个完全甲习近平会讲两个拢共款安尼啦，一字都无改，一字都无变。啊，这毋是伊的人，啊无是甚物人？习近平早就甲咱讲，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啊。啊，你今日还阁用甲伊讲九二共识，啊，你就是一个中国，啊，就是要将台湾出卖嘛，要将台湾并吞嘛，要将台湾赶去互中国，甲伊合作伙嘛。所以，咱伫过来的日子中间，尤其伫今年县市长选举的中间，咱爱做谨慎，咱爱做用心。咱爱做拍拼，做努力，咱才有法度来阻止这个要出卖台湾、这个有野心的政治人。当然，咱看见讲，咱看见讲，伫4月初7，第2轮要坐中国的飞机去中国的时阵。咱伫松山机场，台北松山机场有侪挺台湾的这台湾人，有台湾基进、台湾绿党、时代力量、小民参众、欧巴桑联盟、经济民主联合、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台湾国家联盟等等侪台湾独立，也是台湾本土意识的台湾政党甲民间的团体。伫松山机场大声发出抗议，第2轮到伫中国要伫遐拜跪习近平的这个事件，因伫遐有讲起讲，第2轮即摆毋是代表台湾民意，伊无代表台湾民意的正当性，同时。伊嘛反对无经过授权，要进行任何甲公权力也是国家安全的事件，甲对方来相谈。我想这个就是咱台湾人的声音，就是咱台湾人的坚持。我相信，咱伫海外，咱侪这台湾同乡，咱过去的付出，过去的关心，过去。为了台湾的努力拍拼，咱毋免软志，咱嘛毋免灰心，因为咱的谈判一个，我相信最后胜利应该是一定是徛伫咱公义的这头。我常常咧想讲，中国。伊若甲任何一个国家啊，甲任何一个团体，若咧讲话时阵，拢讲一个中国原则。我个人感觉讲，一个中国原则是对啊。世间就是一个中国尔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啊，咱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咱总统就讲互相。无历史啊，
互相无关系啊，你是你，我是我啊。所以包括川普总统伊嘛讲，台湾也是台湾，台湾是台湾啊，跟你中国哪有什么关系？哦，所以一个中国，咱无讲毋对，但是咱要讲一个中国是过一个台湾，咱台湾甲中国是两个totally无关联的一个国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阵，咱中华民国台湾已经存在啊呢。所以赖清德总统伫伊上任的时阵，才伊讲到祖国论。我为着这个代志，我伫迄个时阵听到总统讲咱的祖国论的时，我真欢喜，因为我伫几年前，我担任洛杉矶加州台南基督长老教会联合会的主席，有做2年的主席。当我担任主席的时阵，阮逐年拢有一个联合的领袖会。我每一摆伫大会中间，伫祈祷中间，我拢恳求上帝恩典赐福，保守咱祖国台湾这块土地。同时，我嘛常常甲咱真侪遮的会友称呼咱拢是来自祖国台湾的兄弟姊妹。捌有一摆，当我伫台顶做遮个事工了，落来到台骹，捌到一个兄弟来问我，讲王长老，你拄则哪会讲祖国台湾，安尼敢对？我甲伊应讲，无请问，无你的祖国倒位啊？伊才应袂出来。各位，咱祖国台湾就是台湾嘛，无毋对啊。咱要大声讲出来，咱就是台湾人，咱的祖国就是台湾，这就是咱的本分嘛，嘛是咱的 DNA 嘛，这无啥物通见笑的所在。所以一中原则，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对。但是台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咱就爱家己安尼来定位，安尼来肯定。过来，我要甲大家三个来分享的，就是可能是最近上热门，个嘛是这两天所发生的吼。美国总统到底去川习会啦吼，去北京的代志吼。咱知影，伫这个1979年的时阵，台湾甲美国断绝邦交，就是美国甲咱台湾断绝邦交的时阵啊，迄当时咱台湾人真侪产生恐慌，产生安尼真无安全感，真无平安。迄个时阵，大部分真侪人移民来到伫美国，真侪人想要离开台湾，为着细囝的将来，为着要生活伫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的内面，所以大家拢离开，想要离开。我嘛伫迄个时阵来离开咱的祖国台湾。用美国承认北京了，迄个时阵，咱知影讲美国伊嘛是一个伫真矛盾的中间来做这代志。
所以伫国会、伫众议参议院内面，形成成立一个国内法，是台湾国际法。台湾国际法是众议院、参议院所通过的一个法律，所以这个法律通讲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的国内法现在施行伫咱的台湾，这个要哪解说？这个嘛是绝对咱探讨的所在。所以台湾若有代志，中国若拍来，台湾是受美国国内法的保障。毋知大家各位乡亲，大家的想法怎样吼？这个可能咱甲想看卖啦吼。过来伫1982年的时阵，美国有提出一个6项的保证，6项保证吼。这个6项的保证，我伫遮我来甲各位3块来分享一下吼。我有来甲我有做一寡笔记出来吼。这6项的保证就是讲保证台湾，保证台湾的安全，甲保证台湾的生存，保证台湾伫遐无受到遮侪的困扰甲困难吼。这个内容是讲无设定军售的期限，就是美国要甲咱军援，还是讲要帮助咱国防的这个设备的时阵，无受到时间的限制。第一项，第二项，伊要帮助咱台湾任何一个武器，伊毋免去征询北京的意见。这是第2条。第3条，伊是讲美国无要担任恁中间若甲中国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意见，有啥物利益关系的时阵，我无要担任一个调解人。第4项，无要承认中国的主权，虽然伊有承认伊的国家，总是伊无要承认伊的主权。干若中国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美国讲我知影，你咧讲你讲台湾是你的一部分，我知影，但是我无承认讲你所讲的是对。这是美国人因的认知是伫这个所在吼。第5项是讲无要修改台湾的关系法，所以台湾的关系法一直拢是存在伫6项保证的内面。最后一项，伊讲无要强迫台湾甲中国的谈判，无要讲恁两个来去谈，恁两个来去讲。咱今仔日伫昨昏，咱就看见卢比奥伫昨暝我电视看到，昨暝电视看到卢比奥。伊昨暝伊安怎讲？伊昨暝伊讲台湾爱有台湾伫即个时阵应该有自愿甲主动的方式，用投票还是用公投来决定甲中国统一。各位，即句话，咱就初次听到是感觉讲，伊要叫咱甲中国统一咯，安尼敢对？但是咱知影，伫美国伫即几年来，即正10年来，因的主张就是讲，台湾无独立，无要台湾独立，所以伫即个时阵，袂当讲要来用主动还是自愿用投票的方式，还是用公投的方式来甲中国独立，来甲中国统一，还是台湾独立？我想安尼是违背美国的政策，所以伊只尾来独立无讲出来。但是咱知影，
如果若是投票了，我早起甲阮太太伫厝里的时阵，就咧想讲，这咱应该要有这个信心，咱应该要有这个勇气，要有这个决志，讲咱绝对相信台湾人有这个智慧，台湾人有这个聪明，通来将咱家己的国家家己来治理，成做一个咱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既然美国开这条路来互咱行，应该咱毋免惊呀。毋知大家想法安怎？等咱嘛会当来分享，来想是毋是安怎来推动这代志，安怎来配合卢比奥所讲出来的这个事实。当然看见川普昨做日甲第一天到伫中国迄个现状，当伊到伫第一暗到伫北京的时阵，对飞机顶落来，红地毯伫伊的面前，因的应该是副首长吧，韩正伫遐甲伊迎接，还有一群少年人也甲伊欢迎。迄个规格看起来是不止高调啦咱看伊行出来时阵，过去若是一个总统还是一个访问者来到一个国家，大概是伊一个人行落来，还是因的太太做伙行落来，后壁陪伴一群人。但是咱看讲伊对飞机顶行落来了后，伊是排一排的人向前行，包括伊的第二后生、伊的新妇，拢甲伊斗阵行。我想这个是表示中国对即摆川普去到伫美国的一个高格调的一个接待。过来第二天，要到伫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头前遐个欢迎的仪式，我看了感觉讲，我中国人即摆个摆了个有够礼数有够，场面有大。咱看去卢比奥，习近平甲卢比奥咧个握手的时阵，卢比奥伊个表情可能就是讲，你甲我记这2摆，我今仔日嘛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搁甲我握手咧，这就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有精神的人、无惊吓的人所应该得到的荣耀。伊行过了。川普来到地，伊甲川普撒一个，甲伊用目睭甲伊滴2、3个这是表示咧甲川普讲，你看，咱赢我一直想到讲，这中国人实在是真笨事。伊当时卢比奥做参议员的时阵，伊就用2摆甲伊限制，甲伊制裁，当然袂当互伊去中国若讲中国伊有啥物款的利益啦，是啥物管理啦，伊就当然甲绑架掉嘛。即摆川普要带伊过去，伊佫是国务卿，中国要安怎创？我想讲这中国实在是有够天才伊将伊的世界改。所以昨有人咧讲，中国人对待卢比奥用卢比奥的姓，迄个罗迄个中文反正迄个罗改做卤肉饭迄个卤安尼啦伊是想讲我甲你改做卤肉饭，就毋是较早迄个卢比奥所以卢比奥，我相信伊昨伫迄个所在所展现出来，伊款的精神就是讲，你甲我当作是卤肉饭的卤我今日嘛是卢比奥，就是卢比奥啦，
这就是表示讲，中国你安怎瞒骗世界，安怎用各种的方式，要来瞒骗你的百姓，瞒骗世界的时阵，拢是袂通的啦。啊，卢比奥就是卢比奥，正义就是正义，公正就是公正。哦，我想这个是互咱通学习的所在。所以我嘛是真伫这个时阵。咱迄个按照原来时间搁1分钟，确定啊，还有时间人足侪。再过来讨论，好。发问题，来问你安尼哈。好。所以我是感觉讲，即摆川普去中国伊传讲是得到足济啦，当然伊即摆完全是用经济甲合作为原则，咱台湾的代志，伫当面拢无讲，但是昨川普伫飞机顶转来当中，伫飞机顶又讲诚济啊，有一项是讲台湾军售的问题。这个问题将来会甲台湾的领导人来商谈，表示讲，这个代志伊要甲罗清德总统来谈，了后再来做决定。迄是关系到140亿的军售的物件的武器，所以咱知影讲过来几日。短时间内面，台湾一定有真侪变化，台湾有真侪改变，台湾嘛会得到真侪人的帮衬，这是咱通安慰，通真正咱烦恼讲创袂去中国了，毋知咱会拄着啥物款的困扰袂，啥物款的遮个不利袂，也是讲咱会拄着啥物款？即个咱想袂到即个遭遇袂，结果感谢上帝，互咱伫到目前，咱通讲真安全，咱嘛毋免烦恼，因为美国永远徛伫咱的头前，徛伫咱的同一边。我想这是咱做一个台湾人到现在，咱通安慰的所在安尼吼。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过来就是。我拄则所讲的，遮侪遮个想法，甲遮个问题，大家意见看安怎当然我来当回答，我就回答。若是袂当，若是会当有其他人参加来讨论，嘛是真欢迎安尼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会长咱拍鼓来感谢一下安尼伊拄则提诚侪问题啦，我相信足侪人足想要问啦咱。我即摆个时间交互武平我知影咱有安排2个提问人，即2个问了，是讲发表意见了后，咱刷咧，咱就是自由发表的时间啦，自由对谈啦自由对谈的时间要讲话的人请会记拍开麦克请举手安尼我来点名安尼好，无武平，我即摆时间交你。好。多谢梁光兄我有请咱美国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台独联盟美国总部毋对，美国本部的主席，本部足歹读的台独联盟美国本部的主席廖俊兴，伊是第一个咱的提问人请即马就请伊来提出伊的问题，也是看伊有啥物看法。来，请。好，敢有听到？有啦。感谢洪会长这少对咱台湾即摆国际局势咱的国际地位少深入浅出的即个一寡分析甲你的看法。我是有小可一个问题啦你若长期来看即30-40年即个台湾的即个状况的趋势看起来是好的比如讲咱国内台湾人的即款的主权的即个意识愈来愈悬，咱自我的认同愈来愈悬国际上对台湾的即个接受甲肯定
嘛愈来愈悬，尤其是近10年来的代志吼。但是这是长期来看啦，但是一寡在踮咧短时期的即个关键的时阵吼，台湾人有时阵会一寡咱讲的 setback 吼，小丢丢咧，比如讲旧年的即个大罢免，互咱足奇怪讲，啥人一寡咱头仔讲的恁即个会长讲的即个蓝色甲白色因的做法，遮明显的已经无符合台湾人的意志的时阵，台湾人拢无要甲因惩罚，无要甲因处罚。这有时阵会发生即款代志，尤其发生一寡伫咧，尤其是伫咧较地方上的选举的时阵，这嘛会发生。你会看我啥物请问讲，你像讲即款的代志吼，这是台湾人的民族性，也是咱文化上有时阵会较无自信，较失去意志。咱嘛会担心讲，有时阵即款的 setback 会发生踮咧足关键的时阵，咱的国家的地位可能就会损失去。比如讲，高雄的市长的大选举会去输去，因为大家都感觉迄个人较新鲜，伫咧若是即款的状况发生伫咧更较影响较大的代志顶悬，咱台湾的将来是毋是都互人足惊吓、足担心的？请问会长你有啥物看法？多谢 Vincent 吼，咱的联名的即个会长来讲起这个代志。我看对这个大罢免这个代志吼，咱这旧年这大罢免，咱本来是34席，咱已经通过34席，要甲这个国民党的34席要甲伊扭落来，伊要甲咱扭罢免，结果拢无过，咱拢0。所以34比0，结果咱一席拢无完成。这是当这票开出来时我心肝嘛是真艰苦，讲哪会变做安尼？我会记得讲，伫选举大罢免的运动的中间，我有转去2摆。我有转去2摆，尤其有第一摆我未转去进前有一摆，我就是对伫迄个台湾迄个时代向前看这个政论节目内面就是林官在主持迄个政论节目内面，我看到有一个穿牧师服的，有一个穿牧师服的人伫遐咧讲话。我咧甲伊注意听讲，这个牧师哪会伫这个所在咧讲话，还是咧讲啥？我听了，感觉真有道理。伊所看入的，甲伊的信仰的坚持互我感觉讲，伊伫这个时刻，伊若无徛出来，就是甲伊的信仰有违背，所以伊出来讲做侪心内话、台湾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当这个代志，我看了后时阵，电视节目刷了，我随时去查伊教会，因为伊有讲伊是倒一间教会牧师，我才去查伊的电话。了后我随时拍电话互伊，我甲伊讲，陈牧师因为姓陈，后来我查我知伊有这陈小伟陈小伟牧师迄是咱台湾新人院台南新人院毕业的一个牧师，长老教会的牧师伊只要我甲伊讲，陈牧师你今日所讲话我足感动的啦若假使无恁咱伫遮咧努力我想我以后要转去台湾，要转去家己的故乡，要转家己的国家，拢无门通入去因为中国人来了，我根本都无可能搁转去咱家己的所在恁来继续努力，阮伫海外，我家己斗家己关心了后过几工了，伊搁一摆搁伫林官的这个节目内面搁咧讲。伫遐伊全咧讲咧，
伊讲哦，我顶厝即个节目了后，我转到厝，啊，伫美国有一个伯伯，甲我讲我是伯伯，因为我无讲我送啦，啊，伊讲一个伯伯吼，伫美国拍电话来讲，哦，你安尼足支持即款的做法，你甲伊鼓励，所以伊足感动。因为即个声音毋是讲伫台湾人咧反映，伫海外台湾人嘛咧关心，所以伊更加搁较有气力，搁较有力量，搁较要关心伫即个大版面的内面。我想即个就是咱有时咱做一下伫海外伫遮，感觉讲咱小看一寡代志吼，的时阵实在是诚做一个当事者，也是伊伫遐咧关心的人，足大的鼓励，甲足大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咱以后望每一个人，大家若有这个机会，拢得安尼做。是安怎伫选举迄个时阵，咱台湾咱的票会输甲国民党真正讲起来，人伊嘛是有因一套啦。咱台湾人上该惊的两项代志是啥？第一项，台湾人贪心啦、贪财啦。第二项惊死啦，贪财甲惊死，我想这是台湾百姓的致命伤。伊到选举前的一礼拜，伊才讲，迄个全民什么全民发1万，普发1万块。我想这个普发1万块，迄当时民进党是家主动。国会要通过这个案的时阵，嘛是咧甲伊主动，所以国民党迄个时阵，伊就是讲，你看，咱台湾人大家百姓辛辛苦苦，咱国家今年加收现在税收，国库遐尼多，拢民进党来咧贪污，安怎一直有遮讲遮无事实的代志，了后就讲，阮国民党。要摕遮个钱来，互大家百姓一个人1万块，民进党也咱主动，你明仔载投票，你敢要投互伊？我想这是足大的中伤呢。因兜若有阿公，因兜若有老爸老母，过2个翁仔某，一2个仔囝，6个人呢。伊一个日去做工，无才3、4万块尔呢。伊爸爸明仔载会当摕到6万，伊敢无爱投？各位，这就是一个足恐怖的武器。咱搁看即几日，国民党罗明才委员要搁发1万块，要搁发1万块，因为咱11月要选举啊，恐怖，开始恐怖。国家国民党将这个国家的财产是诚做伊买票的一个资源啦。所以咱毋是输伫咱的意识，咱是输伫台湾民心的这个可怜的所在。第二项，伊讲你即摆若是民进党当选，就是台湾要发生战争，恁来去做兵，军人过去马英九的时阵，是讲做4个月就好。即摆英文起来啊，清德起来了。大家来做1年，为着啥？要战争，战争就要有死人呢，战场就有死人呢。你的囝、你的孙，后日来去战场，你敢袂？各位，这个票咱无去啊，这是咱爱去检讨的所在。嘛毋是讲完全爱检讨啦，因为这就咱若是无国防、无军人，无兵，或者军人，咱要安怎维护咱的国家，嘛是着爱。所以咱就爱伫这方面用教育，用互百姓了解，这是咱做国民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责任，为着国家的安全，为着国家的生存。我想这个是咱
值得咱检讨的所在啦，值得咱去想的所在哈。欢迎安来回应咱的元神哈。感谢。哎，好，刷落来吼，咱咱时间正在买票哈。嘿， OK 咱时间有限吼。我有看到单刀前辈，你有举手吼，我先甲你点名，毋过毋是即马，小等一下哦吼。单刀前辈先摆是嘛是阮转美台湾同乡会的前会长啊。咱若是讲吼，今日的主讲人洪无德先生是超过80岁啊，我会记哩，咱单刀先摆已经超过90岁啊，对无？先拜啊，你先拜。先拜。好，安尼，因为我已经请一个台湾的青年代表吼，伊是可能爱请大家甲麦克风关掉，无我会一直听到我的声。多谢。伊叫做黄焕英，啊，伊是国际地协组织台湾分会第3届的青年代表。吼，我阁甲伊的名阁读一摆，伊叫做黄焕英。啊，伊拄则敢若有介绍，伊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吼，安尼我即马就紧请伊出来提问题。毋过你第一个问题嘛是甲大罢免共款吼，安尼可能请你直接讲你第二个问题，甲台语的传承有关系的，好无？来欢迎，会使，请。我想要问的是，我其实即摆嘛有咧教学生有国小、国中，阁有我的同学，其实即摆拢较袂讲台语讲较袂无认真，也是完全拢袂讲的，拢嘛有。即摆即台语传承的状况，恁感觉有啥物想法？就是我嘛就烦恼台语的失传去。就是有一寡住伫个大北部啊，也是较大的城市的人，较袂晓讲。我较烦恼遮个状况啦，恁有啥物想法 OK， 对你关于这样代志吼，咱知影讲，是安怎台湾人今日台语袂晓讲，这完全就是政策的问题。这完全政策的问题，这就是当时这个宋楚瑜做省主席，迄阵还佫有省主席，后来省叫我做国台代表，迄年甲伊废掉去啊吼。伊就是讲，大家拢爱讲北京话，拢爱讲个国语啊，还是多一个国，我是搞不清楚啦吼。我就讲迄种爱讲北京话啊，是安怎？因即个中国人来到台湾，伊无爱互咱讲台湾话。主要你爱知影讲，一个民族，你若是无语言，你的民族就被消灭，你的文化就被消灭。所以，一个民族若要存在，一定爱有伊的文化，一定爱有伊的语言。是安怎？咱今仔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要用咱的母语，用台湾话来进行。问题就是伫遮，咱要保存咱的文化，咱要保存咱的族群，咱的民族永远存在伫这个都市的顶面。所以这是伊是一个政策，甲咱阻拐的，影响所以就甲咱影响的吼，甲咱影响。所以咱要安怎？我想咱即摆就是讲，看当较侪人来参加每礼拜拜五来参加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而且上无你嘛听人讲，嘛你嘛当来讲，你就有机会啊。过来，咱有勇敢讲出来，讲出台湾话出来，毋免惊呀，嘛毋免歹势，因为你若无讲，
愈无讲就愈无机会所以这就是咱父母的话嘛。咱出世的时阵，咱的妈妈、咱的老母、咱的老爸教咱的，就是教这个话嘛。这个你搁家讲无去，这就是无应该嘛。是安怎？北部的城市的人，拢讲北京话，无爱讲台湾话，因为我有一摆，我想过，我有一摆伫真早以前，迄大概是1990几年的时阵，还是80年迄当时，我有一摆甲5、6位的美国的同乡，咱台湾人同乡，登台湾。迄阵拄好台湾咧选举的时阵选举的时阵，因为阮太太小丽因的娘家是伫高雄，所以我拢去伫高雄，伫高雄遐帮参遮选举的时阵，我拢会到伫即个演讲台甲因斗 support 甲因鼓励，甲因支持安尼有一摆，我对高雄要去帮寮一个演讲场，暗时一个演讲场，要到迄个迄个所在叫做什么名？叫做南边啦到南边有一间餐厅，我想来遐来遐食一饭，了后再来帮寮安尼迄间餐厅叫做英雄餐厅阮5、6个就是因为英暗要去参加演讲场，所以阮大家拢穿西装。西装拢入去了，迄个服务生一个查囡仔一个查囡仔伊来就讲。各位先生，欢迎你们啥？你了大家拢讲一寡北京话呢。伊咧讲的时，我用台湾话甲伊回。我甲伊回了，伊嘛我用北京话甲阮应了。阮中间有一个同乡就去找那个经理，去甲因经理讲，经理阮拢讲台湾话，那恁请这个导演拢用北京话咧甲阮回是安怎？伊讲，我是安怎多一个，你我叫伊来，我来问看卖。伊就叫迄个人，叫迄个查囡仔来迄个头家就来问讲，无人你人客拢甲你讲台湾话，你是安怎拢甲人讲北京话伊安怎甲应呢？我看他们都穿西装各位，穿西装拢得爱讲北京话骗笑无迄落代志对不对？伊甲你当做讲若讲台湾话，较早你会记你讲，迄8点档宋楚瑜的时阵，8点档迄个内面扫涂骹啦、拼粪扫的啦、摇椅仔的啦、煮饭的啦，拢是咱台湾人。阿辉阿桃迄拢是咱台湾人。因的人咧，逐个嘛穿西装、穿海戏路安尼水当当的，迄个是中国人。各位。这就是用文化的打击，要消灭咱台湾的民族、台湾的人。这个毒非常非常的重，非常的深。所以咱不管如何，咱到这个年龄，到咱也搁到我也搁伫世间的日子。虽然我即摆82岁但是上帝要搁我偌久的时间，我毋知。但是我无论到倒位，我拢是讲台湾话，因为我台湾人。咱有即款的坚持，安尼咱才有法度保存咱的文化，保存咱的根。我会安尼回答大家，看大家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哇，咱单独先拜足紧的，伊第一名，伊搁举手吼。单独先拜，毋知你即届是看到咱道明的宣传，还是看到全美会宣传，可能拢有啦吼。我伫遮紧甲咱道明的成员吼，真紧来感谢一下吼。咱读直播吼，我看到 Hunter， 我看到阿典兄伫日本，嘛是要支持吼，来甲我这个小学妹到赞声，所以伊伫日本佚佗嘛是。有来线顶甲我加油吼，搁有看到咱主席毋免讲有看到凉亭吼，华府的凉亭，搁看到百家洲的树，搁有咱林义夫，咱的真辛苦的秘书嘿，好
即马就请咱单独先摆来分享，还是提问来，请。哦 ，OK，我甲你讲吼，我听了真好啦，这个电视就讲了最好啦，不过我还想要看面子啦吼。头端你讲做这Rubio 吼，讲哎台湾这，伊无安尼讲咧，你去看 Google 吼，NBC 甲 interview，人家讲伊诶中国伊把台湾内面，无啦，伊无讲独立啦，伊讲无咧，我听讲，你听我讲者，好，听我讲哦 ，OK， 有人。来你讲。听起说听起呢？先摆，这阿强没错啦。伊在底下咧困呢，你看伊个画像，我听起啦，伊个网络有问题啦，嘿。哦喏，无紧，无咱搁转来，拄则敢是有人讲无共款的声音，讲迄个Rubio是讲啊啦。我是Rubio是咧讲哦。哦，歹势，我所接的，你讲一下。我看到的新闻是讲，interview 的时阵，伊先回答讲，中国上希望的都是台湾会当公道，容易统一，这是中国上希望的啦。伊是我看到的news 是安尼写。你是无毋对啦，你讲。中国上爱愿意的，就是讲，嘛台湾会当公道主动来统一啦。是。就是讲，这个顶悬，我是咧想讲哦，伊若讲真正讲要叫咱做民意的公道哦，我感觉咱台湾人敢真正无信心嘛，敢唔敢嘛？咱公道了，咱无要甲伊统一啦，结论会变做安尼啊。咱哪有迄个勇气、迄个决志，甲迄个准备，有迄个决心，咱绝对要赢过统一的遮个人。应该，我感觉我是感觉安尼啦，毋知大家想法安怎？也是咱台湾这个总统因遮团队吼。因的想法怎样安尼？那我是感觉讲，咱毋免惊啊，咱毋免惊。我记得我伫1970几年的时阵吼，迄阵开始台湾要外销，台湾要推动外销的时候，我参加我妈协会的一个拓展团吼。第一摆去的时阵，因的人安怎讲呢？咱即摆这个团要出去，要去来美国去遐要推动咱的商业吼，但是咱要注意哦，因为中国嘛拢会，因为足侪拢伫美国，咱咧推动生意，伊拢会甲咱统战，所以咱看到伊，咱就爱闪。我现场我就甲伊讲，拜托你讲安尼毋对呢。那有讲伊来要甲咱统战，咱就惊着闪。你是咱表示咱是真弱，真无信心，真无勇敢的人嘛。咱应该面对咱的挑战嘛，这是我的看法啦。咱台湾人袂当常做软脚的啊，咱要徛起来啊！咱若无徛起来，永远无互人看做讲你是二等的国民所以中国好啊，你若甲放声讲，大家用公道，就是正面来抢嘛，大家努力嘛，敢无咱敢无迄个信心吗？这是我的看法啦。这是一个政治语言啦，所以基本上伊就是直接咧讲，伊反对武力迄个来解决这个问题。伊嘛真清楚讲，即马若讲用迄个统一公道吼，应该是过啊，应该是咱即马是主张爱独立的人，超过爱统一的人。所以我想，伊这是足高明的这个政治语言，看大家人安那去甲解脱啦。
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爱对台湾爱建立这款的信心，但爱建立这款的信心，好，爱安尼勇敢面对。当有其他意见，单独前辈，你毋知即马还阁有听到，当发言无？哇！抑个，啊，若无我过来补充地讲，我看迄个大罢免，迄当时我转去了，我所得到的信心吼。我伫几礼拜前，听无？来，先摆，请你讲。OK， 我吼，而家无好势，我全 TVT 我无看啦，啊，我家己用 iPad 来啦，小怪真差嘛，所以我就用。会使用即个遐哩个吼 ，anyway， 他拄讲头面是讲女友无讲都爱独立个，伊是讲不个习近平有出里面站台要统一来哩嘛，啊，伊讲伊上爱就是往上伊望的是讲往即个referendum，就是讲往公投啊哩嘛，但是另外一个 interview， 迄个女友讲。苏线平会从所有方法，就是讲用宣传啊，用 internet， 会去免受单人用另外一 interview， 他讲的是 NBC 的啦，但是我另外一 interview 我看到我就无伫遐啊，所以伊女美国立场是真清楚啦。伊第二个就是伊讲甲中国的武器，伊甲问讲啊中国迄个伊讲中国武器比遐利济是要创啥的哦？会去占台湾，拍台湾，伊讲毋是干那拍台湾，伊是要占全世界咧。OK， 啊，所以美国拢有伫注意这点，啊，所以女美的本身足清楚啦，就是讲伊毋是你讲中国要拍台湾是嘛抗争，所以你来去读迄个Google，迄个甲拍一个讲 interview 吼，迄个。女朋友 interview 伊就走出来，你读看咩？啊，我讲一人在卡面个卡面就是讲，关于这个单位代志吼，这事实这是地面政策就对啦，也不是讲要互你是送主义啊，啥拢唔对啦。地面政策头你讲对啦，就是要消你的民族意识，就是台湾人的意识嘛，伊就台湾人意识你都会反抗日本嘛，所以日本的时代嘛是甲台湾人甲你。讲大了做二点公民吧，吼，真假路啦。如果来看我日本成的方法，就是讲你袂使讲大了，啊，讲大了是干那你做土工的人啦，遐哩啦。啊，所以这是地面政策啦。哦，这点我是要甲你correct出来哦。所以你讲啦，你讲的我差不多拢同款的想法来啦。但是既然我真烦恼就是讲。到底台湾人是有偌大的讲要独立，家己要独立，这是上大烦恼哦。头摆你讲台湾人惊死个爱钱了，快5万袂爱钱啦。我怎么拢惊死啦？然后我惊死别人去做志愿兵啦。台湾志愿兵不加甘心啦，我一个是志愿兵。伊讲伊要一直打要 defend， 后来所以别说我都惊死了，就你话唔惊死，我唔惊死，对吧？那我讲你知，所以日本讲唔惊死，佢就嘢咧就对啦，这是日本啦。啊，所以今天几多多，我咪几多多，所以我就想这个，和大家有一天可以会当勇敢起来哦，会爱惜个自由个民主，投票是公道的是，会去投爱当独立嘅。我你话讲大家。现在我想遐个惊死甲爱钱的拢无伫遮啦，咱遮拢毋是惊死甲爱钱的。安尼，咱是毋是？当然这个，好来，女票这个代志吼，因为我是家己的一个看法啦，吼，尾啊我是家己的看法。讲迄个独立的代志是我家己听的啦，伊是无讲无毋对，伊是咧讲
中国上爱咱家己，伊即阵上爱就是讲上理想的，就是讲咱家己去公投来主动来甲中国统一。这是中国伊现在算盘是安尼想啦。当然讲起来，这嘛是一种策略啦。一种策略啦。但是我相信讲，如果若是真正行到即步时阵，咱嘛是，我相信咱一定有法度通讲赢过因中国即款的即个计谋啦。咱有信心啦。咱莫家己想，即个时阵咱就家己安尼惊吓，毋通咱会安怎咱莫有即个失败心态出来安尼啦。这是我的期待甲愿望啊。其他还阁有大家要三个分享的无？就安尼啊，叶秘书，遮久无看到你呢，你桂林。桂林姐，桂林桂林姐讲话进前，我会使感谢咱专美会有足侪会长吼，今日可能专美的城市来足侪，我紧紧甲恁多谢吼。我有看到 Dallas 拄则咱道明的 Dallas Alice 吼，歹势我无甲你讲到，多谢你来。我有看到专美会圣地亚哥云清姐吼，还有看到Ohio的玉石姐，还有看到Chicago的秀玲Luke 是咱，伊是东乡会嘛，是咱道明的，还有看到Atlanta 有看到瑞淑姐，还有看到玉华华，还有看到匹兹堡的会长亚菲姐郭向荣理事长还有看到。Ann Arbor 林宗良大哥我若是无甲你看到，迄是我即马嘛老岁仔嘛失礼无甲你看清楚。伫台湾也是别位的观众真歹势，因为我可能甲你较无熟悉，所以我无唱你的名真失礼。毋过我敢若看到 Houston 的文怡拄则伫遮就无为 Atlanta 搬去 Houston 我嘛看到我的偶像敢若是台湾人，台湾书迄 Podcast 网唱伊足红的。你伫台湾你若是有听 Podcast 拢会知影的贤的妈妈，贤的妈妈多谢你。阁有看到我的老师，我的台语老师李占新老师文国华。拄则讲台语的传承我就是一个例，我是为2020开始学台语的。我虽然讲5岁进前会晓讲台语，敢若会晓讲台语，毋过去读中华民国的学校了后，就毋捌，因为我伫台北市迄个上水的两人区大汉的，所以我就去读册了后，就袂晓讲台语啊。为2020年开始学台语，就是对温国华、李占新老师，伊对我足有信心的，伊一直甲我讲，你就是讲得对啊！明明我就是讲较哩哩啦啦，讲发音足无标准的，毋过伊就无甲我放弃。所以咧，你若是要学台语，就是紧去找老师，找到老师，你就一定学会起来。好，桂林姐，来，你的时间，请你讲话来。会拍开麦克你要拍开麦克，爱拍开。你关了。好，有拍开嘿，大家好。歹势我。你好。咱洪会长你好，嘿，我是本来想讲今仔日应该是点来听大家意见安尼来学习但是咧上尾的时阵我是忍不住要甲大家来感谢咱的洪会长。我是感觉讲伫今仔日即个咱的即个聚会中间我除了要感谢洪会长以外，嘛要甲大家讲迄个拄提问的迄个提问的少年人反应
反映是我伫迄个即几工找出来的台湾的少年人，我真感谢伊讲伊来参加咱即个会，嘛提出吼，伊讲用伊的即个无啥练长的台语，但是来学习，来伫遮听先辈讲话，甲伊家己的感想甲心得会当讲出来。我感觉讲即个，因为伊家己嘛是，伊本来第一个问题是要来问大把面的问题，伊大把面的时阵，因拢真足济力的，就甲 Vincent 的想法共款安尼吼。当时伊嘛是咧推动台湾的二轨外交，就是咧民间的外交内底，伊是阮迄个台湾有一个亚太自由妇女协会内底的执行秘书，伫内底安尼尽心尽力。所以我的感想就是讲，伫咧。即个像龙光兄安尼，逐礼拜办即个座谈吼，咱的世界论坛，搁有迄个洪会长安尼，你来带领着阮吼，一直咧为台湾的拍拼。即马搁有即个少年人愿意搁继续伫努力，就是缀着咱的即个脚步，继续伫做。即个方面，互我感觉足感动的。是咧足无力的时阵，有看到先辈依然无放弃，伫咧。无啥物希望的时阵，看到这个少年人继续搁伫拍拼，我想咱就会当安尼谈做伙。拄我是一个感想的心得，就是讲，有人讲就是讲，安怎讲，互台湾人即个吼，咱咧拍拼中间互较侪即个爱钱惊死的人吼，会当较少的。我的看法是无共款的。我感觉逐个人本来都是爱钱，本来就是惊死，这是人性啊。咱爱安怎讲？好，咱这符合人性的台湾人会当过来爱台湾，就是咧甲因讲，其实咱即马咧做的代志，拢是为着要互你的钱较济，要互你的性命搁较延长，要互咱无要受到中国的威胁，你安怎来确保你伫台湾的性命财产，要互咱的行行顺顺会当搁延长落去。我是感觉提出来这个方面，互大家来参考。咱一定爱用安尼来突破人性的弱点，毋是来讲咱家己伫做这个台独的运动啊，还是伫咱咧做台湾的迄落是外清高，咱拢甲人无共款。阮就是无爱钱，阮就是毋惊死，无我足惊死，我嘛足爱钱。但是我希望我伫爱台湾的路顶头，我会当因此，我嘛受到足大的利益，吼，会当确保咱台湾的。迄个生命财产的安全，我是希望讲用这个来甲大家分享，多谢呀，所以吼，迄个像讲拄啊，歹势，佮分享一下，像拄啊洪会长咧讲，若是咱即马来迄个统一来投票，吼，讲来投落去，是毋是一定大家有信心讲，做者台湾人一定会要投独立，不爱投统一？歹势咧，现主时我无信心，我真正无，迄个甲大罢免共款，咱大家拢感觉讲一定会罢掉，一定会罢掉。但是台湾人迄个惊战争的、惧怕战争，即个心理的因素，因为我伫大罢免的时阵嘛，行过台湾的街头，尤其是台北市，迄个惊战争的迄个心理因素吼，因未了解讲安怎才是伫会当止战，会当迄个防止。战争，我是感觉这个部分爱互搁较侪台湾人会当理解，是安怎这个军备一定爱甲你的围墙用好，一定爱甲你家己的迄个装备用的齐全，人才袂来甲咱拍。这是吼，我感觉爱互搁较侪台湾人理解，所以无足侪人无理解的时阵，因一定就是感觉讲安尼就来跪落去就好啊，就来统一就好啊，就来投降就好啊，即种卖战争。所以安怎互去迄个台湾人民吼，减少战争的恐惧了解安怎才会当免战止战，这是我家己个人感觉讲真重要的一点，甲大家分享，多谢。多谢贵兰姐，咱有看到即个京南书院吼，执行长雷明汉，因是北加州一群少年人吼，因也主张台独，因搁咧推行台语安尼嘿。无明汉，我看你举手举真久啊吼，无。请你来讲哈，莫牛爱拍开哈。我来回答迄个反映兄的问题，就是到底咱会当做啥吼？3个展出啦，个人的展出、集体的展出、加体制的展出。你个人的展出是啥？8字啦，你毋8字，你台语无希望啦。请你8字，我毋知你讲有8字，但是请你8字。8字了后，你有足侪会当做的代志。你晓写，你晓读，
你会当参加读册会，你的台语会变厉害。你台语变厉害了后，你就会当甲你的囡仔讲台语，你当用台语谈恋爱，你当用台语，就甲恁厝所有人、甲全世界人讲台语。你毋捌字，遮代志拢免讲。你以即马伫台湾的环境，毋捌字的人台语是袂进步的。好，这个人的展出，集体的展出，就是咱爱知影讲，台语是台湾人重要的部分啊。但是我感觉现主是大家无即个认识。好，比如讲，迄个顶一日，玉皇帝甲阮参详讲，迄个夏令会内底有几个人讲台语，敢有台语的主题，或者单独登去互同乡会各位前辈想看觅。阮有伫玉皇有伫甲阮想讲，若无咱就伫咧筹备的时阵，咱应该爱有一个台语组。因为尾啊，你夏令会是毋是？夏令会是毋是？真侪时间拢是同一个时间有几啊场，对无？是安怎袂使排规工拢有一场，毋是一场，规工拢有迄个一个所在，迄个所在排的所有的演讲拢是台语的，敢会使安尼？敢有人要意即个代志，讲咱有影需要安排台语的人来讲。我所讲的集体展出就是讲，你行出去，互人看到的时阵，还是讲你真侪人聚会的时阵，即马台语伫什么所在？台语是欠息的，是要欠息，就是无人要伊啊。一群人做伙时阵，无人要伊的时阵，你要去想象讲，后摆台语伫咧台湾是有愿望的，对无？所以这就是集体的展出。体制的展出就更较困难。什么时阵你袂晓中国话的囡仔会当考大学，考会掉，会当考到上好的大学，迄个时阵台语才有愿望。毋过困难是困难，咱台湾独立建国都咧做啊，上困难都咧做啊，对无？即个互台语囡仔上大学，即个代志比台湾独立来比简单100倍啊！咱敢有想要去拍拼？我想即个你讲集体部分吼，以及咱即摆若讲要办上介简单的是讲，咱对上介容易啦吼，可能是对夏令会会来开始啦，因为夏令会基本上即群咱参与的人，拢是有台湾话的基础伫咧嘛，是有时失去，也是讲无继续落去，所以转断去，所以你这就佮伊恢复倒转来啊，这是应该啦。我常常感觉讲真可惜的，就是讲，尤其伫台北，现在伫台北吼，煞阿嬷本来拢袂晓讲北京话呢，即摆为着孙啊袂晓讲台湾话，阿嬷就去学北京话，这感觉毋对咧，我感觉毋对啊。是孙仔爱来学阿嬷的话才对，毋是阿嬷爱去学孙仔的话。咱爱有即款的觉醒啦。咱若无即款的觉醒吼，咱真正会去互即个时代甲咱消灭掉去啊！所以我是感觉我哪会当，咱就是夏令会的时阵，真正讲甲开落去啊，敢无人一定有人会来啦。我即个米山区的时，我会去啊。若开落我逐节嘛去参加，所以爱甲做落去啦，我想今年毋知敢会好，毋过明年。爱是真紧插一个话，阮美西有拜台湾话，感谢。美西有拜台湾话，想要无请阮金南顺去，袂使，请来做阮参详好。我是为台湾有请来，感谢。你请像个牛书报，阮伊来米当加比赛啦，温若桥，温若桥，呀。我无去。我比赛有年有去参加。
无啦，可能分清也无含恁还佫无熟悉啦。而且吼，我算讲做一个推荐啦吼。我伫即个经过即个论坛吼，我有接触过即个经南书院吼，即群伫北加州拢伫四区即个少年人，我感觉因做代志吼，真有特殊，真有做代志。毋命干那做即个线顶的吼。因拢固定，阁有即个实体的聚会，伫遐煮台湾食吼，甚至讲安那讲即个童子军吼，做一个少年爸母，要咱辅导迄个囡仔去做童子军代志，即个用台语咧讲，有人讲来美国创业的吼，要咱开鸡排店，即嘛招人来用台语讲，所以是因遮的即帮人吼，毋是干那读死册啦。当然，因拢真够读册啦，因这拢博士部的啦。毋过因伫即个生活的实践、台语的实践顶头吼，我敢讲即群人会值得咱来甲学落安尼啦。好，安尼咱时间嘛差不多到啊吼，无武平，你看有啥物人？要佮点名，一定爱互佮讲一下无吼，最后一个问题，好无？好，其实咱是世界文化论坛嘛，对无？我其实有看到我日本的网友，伊是日本人，托莫桑，毋过伊有学台语，所以伊可能会晓讲台语，因为伊拢写罗马字甲我讲话嘿。托莫桑，请伊讲啊，请伊讲。伊可能无伫线顶，无伫边啊，嘿。不过伊拄则有甲我传信息，有啊来啊。好，大家好，我叫做托莫吼，我即马住伫日本东京吼，差不多高等真正着开始学台语，安尼好，罗啦，多谢。你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我是日本人啊，毋过甲朋友拢讲台语安尼。你真你迄个太太应该有熟悉，你东京迄个太太，你东京熟悉啊，熟悉。有熟悉吼，迄个萨卡伊的，无熟悉，听讲伊说话奇怪啦。OK。安尼多谢你来参加咱的论坛啊。我过来分享一点点啊，就是讲我转去迄个陈小维牧师，我甲伊咧讲话中间吼，我是有迄阵还未投票啦，我甲伊请教讲，牧师当即摆恁出来人吼，咧斗三工的人吼。是毋是拢是政治人，也是安怎？也是过去拢有咧参与遮个民主运动的啦，还是选举中间有咧出来斗走总，还是调等遮吼？伊甲我讲无咧，即摆阮即摆出来人，大部分拢是职业妇女。我爱职业妇女，伊哪会出来？伊讲职业妇女因过去拢点无咧出头的啦，无咧关心的啦，但是因拢有伫厝里有咧看。伊即摆就是感觉讲，若假使立法院人现在所做的所表现出来，如果若是继续落去，佫因来左右着台湾的政治、台湾未来方向的时阵，因的囡仔要安怎？因大家拢有操。国中的囡仔也是国小的囡仔，因为感觉讲因囡仔将来无将来性，所以为着安尼因才出来。所以咱伫过去迄阵咧政论节目的内面吼，你看因若有代表发出来咧讲话人吼，逐个拢挂口罩，因为表示讲因无爱互人知影讲伊是无人啊。伊也阁有迄款的恐慌的心，但是伊的心就是讲，因为
惊台湾将来伊的囡仔的生存的问题，因为囡仔伫遮的就学的问题、未来的问题，所以伫这个因素，所以因才来参与，因才出来啊。所以我相信讲，遮个人若经过大罢免，当然即摆咱无通过，但是这压落去的遮个经济压落去，伫因即群人的顶面，一定会补业，一定会发现啊。所以有时咱感觉讲伫实际的中间，咱嘛毋免讲因为实际来绝望。咱伫实际的中间，咱会看出讲，无定即个成果伫未来，咱会当看到。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咯。所以咱嘛毋免讲对大罢免的失败，咱就感觉讲安尼真无希望啊，真失望啊，毋免啊，应该是咱来更较坚强，更较努力，更较发起才会有良知的台湾人。哦，这是我个一个分享安尼吼。安尼我知影东部遐已经12点外，半暝啊。毋捌甲恁拖伤久啦吼，所以咱即摆是毋是安尼？我想咱还佫有足侪要讲啦吼，毋过若是较晚的人吼，要离开吼，咱请爱保重身体啦吼。所以我即摆就是先要甲即个咱的录影先甲关起来吼。若较晚的吼，时间无方便的吼，个请先离开吼，免歹势吼。若真正安会长啊，我想伊愈讲愈有精神啦。不，最后我讲者啦吼，我真感谢，我真感谢吼，台湾那个世界大文化论坛吼，有这个论坛通互咱大家三甲来分享吼，这是咱的福气，嘛真多谢龙公兄长久伫这个方面的努力，介意为求咱的坚持，互每一个拜五拢有论坛，哇！这个是咱台湾人的骄傲啦吼！真感谢你，嘛上帝佫帮助你佫较快乐啊！较接来身体爱锻炼，佫较勇的咱遮活较久、较健康、较快乐的。我桂玲你讲我感觉足对的啦。咱爱尊重人性啦，毋通讲想讲咱台湾人拢要像咱即种戆人，咱这戆人较少。咱若要武政治吼，爱了解人性这点我阿免。不，桂林咧讲吼，咱咧努力的是要互咱佫赚较侪钱，佫较会延长咱的生命。我想这个就是咱的目标伫遮啦。多谢桂林啊，多谢。使你问问题无？会哦，来。我是第一届参加这个论坛是每一个拜五拢有，要怎摕到这个 link？ 请问。安尼吼，我讲，你敢有咧用 Facebook？ 有一个简单好记的，叫做 tiny.cc 一撇论坛。就是来到这个所在，我写字开讲经遮，你较难 copy 去。你开讲经看会到袂？你若看袂到吼，你会当伫迄个面册顶头吼，你较拍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是去迄个 YouTube 吼 ，YouTube 顶头你嘛是用汉字写就会使，你甲写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所以过去咱200几场的这个节目的录影，就拢会当看到。当然是会当安尼拨时间来参加吼，毋是干那讲听尔尔。你嘛有机会伫即搭和大家来开讲发表你的意见安尼甚至你若感觉你有一寡议题，你足希望用台湾话来甲咱遮的世界讲台湾话乡亲来分享，咱嘛真欢迎你会当来出节目安尼好无？你若要找着我，伫迄个咱内面伫咱内面你拍我的名汉字郑良光优良的良，光明的光，就当找着我若伫面册，你就是去甲伊拍用罗马字拍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检查用中文，检查用汉字嘛找会到啦好，安尼。多谢。你住伫对一搭？这样 Houston 啦。你 Houston。系啦。咱早
早的大家拢熟悉啊，是我较少年尔。哦，你较少年哈，嘿，少年就是本钱啦，少年本事嘿，啊，阮爱活较久诶，和恁斗阵较久诶，嘿，安尼台语较会当继续较久安尼，嘿，若讲哦，要学台语，要听台语诶吼，我甲大家建议啦，咱礼拜日吼，拢去台湾人诶教会吼，啊，咱会当听着，啊，嘛会当伫遐讲安尼啦，哦，啊嘛有真侪台湾朋友啦，啊。尤其是参加长老教会吼，足自由、足民主啦，伊袂甲你控制。系啦，系啦。安尼咱即摆已经无咧录影啊。